你给我过来！小孩子不是物品，你放手，否则我告你虐待。这是我的儿子，不要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女人管。是人就不会这么虐待小孩子的，你放手啊！我为什么要放手啊？这是我亲生儿子，该放手的是你吧？你又不爱他，不想要他，但我爱他，我要他，你放开！神经病！这是我儿子，放手！元宵，元宵，元宵，你怎么晕了？你死了！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快去附近找私人医生，快点，快去啊！这就打电话。元宵，还有你，赶紧准备热水，还有毛巾，快点儿！元宵，元宵没事的，爸爸在。元宵没事的，没事的啊！元宵。哎，干嘛呢？他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他说他想睡一会儿。你这折腾什么呢？做饭啊？他说他饿了，然后你不是跟他说不能吃太多吗？我就想给他做个蒸蛋。你给元宵做饭？你能教我吗？啊？不是，他就好你这口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是你做的就都好吃。嘴巴真甜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是我觉得我吃出了真心的味道。谢谢你哦。不过这个蒸蛋还真的不是我做的，是你爸爸做的，是他的一片真心。其实他刚才真的很紧张你的，你们还是和好吧。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哭了呢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做的不好吃啊？啊？哎呀，这真的是他的心意呢。他做了很长时间，你怎么着也得领情吧？不好吃，咱们就不吃了。啊？爸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爸爸。好了，爸爸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啊？爸爸，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母后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我那天做那件事，是为了让你开心，结果你也没开心起来，反而还不高兴了。对不起。元宵，你还是个孩子。虽然爸爸忘记了很多以前的事情，错过了你的成长经历，但是你就应该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这才是你的任务。你一定要快乐，像以前那样生活，做好一个小朋友，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。爸爸缺席了你太多的生活，但是爸爸答应你，接下来一定会让你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我们每天都一起笑，好不好？好。爸爸，我真的不介意佛佛姐姐当我的后妈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那她就是后妈的最好人选。刚好了1秒钟，又乱说话。我还年轻，谁当后妈呀？哎呀，是爸爸让我叫你妖女的，说这样太没礼貌了。那我以后就叫你妖女干妈好啦。我考虑考虑吧。